花莲县政府开8,000万设置智慧公车站牌，为今年4月启用到单。不过最近常常出现因无派去、时刻表唔对，也是公车慢分等等的问题，等到引起在地民众不满，呼吁政府得要赶紧来改善。花莲市地群庙头前的公车站，白色的智慧站牌用无规乌的，要坐车的民众嘛无纸本通看公车的时间表，这个老伙仔干那会当一直徛伫遮等公车。 这个智慧站牌一点嘛都无智慧。有的人会等1个小时呢，最好是贴那个时刻表，有没有？贴起来就我们比较老人家比较看得懂。所以基本上这个对你们都没有用。伫车头附近，智慧公车站牌用无虽然正常，不过车帮的资讯无更新，扫 QR code 嘛无内容，部分车帮慢分真严重。时代力量讲，3个月前都已经向县府订正各项的缺失，不过所拢无改善。 这个是8000万的智慧站牌才刚启用刚验收通过就发生这样的情况，误点。那我们有一个误差值，但是误差值到1个小时以上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夸张。县府解释处表示，今年6月接到订正了后，需叫厂商爱修理更新，400多台智慧站牌拢已经修理好，系统若受故障，民众买单协助，向县府1999来通报。 有定期他在做这些设备的巡查，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今天，譬如说我今天巡查南区，结果是北区的坏掉，所以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些，就是民众热心的、直接的跟我们反馈，我们才有办法用最快的效率来进行处理。 另外，智慧公车站牌因为天气烧热，而且整体的设施温度有到50-60度，加上风台等等环境的因素，敢是会造成系统故障。县府讲会搁请厂商清点了后做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